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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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，我是怡姐。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刚刚看你很烦恼哎，到底在规划什么啊？哦，其实真的有一点烦恼，因为这个周末呢，我很想到中南部去玩一玩，但是我不想开车。你赶紧介绍我一种既省时又方便的游玩方式。哦，没问题，这个交给我就好了。因为我上个月呢刚好来了一趟火车旅行，而且我搭的是观光火车，它是一种游轮式的火车，你可以试试看哦。火车就是火车，其实我真的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光火车铁道之旅。其实它的意思呢，就是每到了一个站，也就是每到了一个茶头，那么它就会停下来等你出去玩，然后再等到你回到了车上之后，载你到下一个站。你刚刚说的车站就是茶头，没错。而且其实它真的很方便哦，它提供了住宿，而且连景点都规划好了，你只要负责上车吃番德味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番德味啊，尤其是这种铁路便当啊，特别受到人喜爱。不过如果我要说呢，我喜欢吃火车便当，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俺也好食火车番德味饭。俺也好食火车番德味饭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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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带大家一块来品尝这种很多人心目中一级棒的美味哦。喂，伟健，我在苗栗茶头。对啊，火车快来啦。嗯，好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好呗。火车快来了。走。明华，来肚脐耶，我们来去买番德味吧。我们去买一个番德味。好啊。老板娘，我们要2个番德味。好，2个，来160。谢谢。还好我没有赶上火车。对啊，我小时候最喜欢在火车上面吃番德味了。我也觉得在火车上吃番德味很有味道。用后是。我这一次呢，坐这个观光火车来这么一趟铁道之旅，真的是省时方便，而且我吃到了好吃的火车便当哦，超棒的吧？因为搭火车去旅行最棒了，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啊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车站了，车站怎么说呢？车站就是茶头，茶头就是车站。那火车呢？火车就是火车，火车就是火车。那在火车上呢，一定要吃好吃的火车便当。便当要怎么讲呢？便当呢就是番德味，番德味就是便当，没错。那如果我要讲说我喜欢吃火车便当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俺也好食火车番德味饭，俺也好食火车番德味饭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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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带大家吃好料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